第4章第1節，迄人甲伊的某夏娃同房，夏娃就懷孕生該隱，講：我對耶和華比又得到囝，閣生伊的小弟亞伯。亞伯是雇羊的，該隱是做田的。到日後，該隱將土產做禮物獻予耶和華，亞伯也將羊群中頭上生的羊甲伊的油摕來獻。耶和華眷顧亞伯甲伊的禮物，總是無眷顧該隱甲伊的禮物，該隱就大受氣變面。耶和華對該隱講：你啥事受氣？你啥事變面？你若行好，減無得到甘納；若無行好，罪孽埋伏佇門口，伊要亂無你，你要管轄伊。該隱甲伊的小弟講。以後因佇山裡的時，該隱攻擊伊的小弟亞伯，甲伊殺死。耶和華對該隱講：你的小弟亞伯佇叨落？伊講：毋知，我檢視顧守我的小弟的嘛。第10節，伊講：你有做甚物？恁小弟的肺的聲對地呢後叫我，地有開喙，對你的手來接受恁小弟的肺。但你對這個地受咒詛，你種作地無要出土產予你，你要四過走，漂流地上。該隱對耶和華講：我的刑罰太重，過頭佇我所畫長的，你今仔日趕我離開這個地面，無通住佇你的面前。我四過走，漂流地上，既若拄着我的，要殺死我。耶和華對伊講：因為安尼，既若殺死該隱的，要受7倍的報應。耶和華就甲該隱立一個記號，免得拄着伊的殺死伊。該隱就離開耶和華的面前，去佇愛甸的東勢羅得的地徛起。該隱甲伊的某同房，伊的某懷孕生以諾。該隱起城，就照伊的囝的名，稱迄個城的名做以諾。以諾生以那，以那生米何雅利，米何雅利是馬土撒利，馬土撒利生拉麥，拉麥娶兩個某，一個名阿代，一個名西拉。第20節，阿代生亞伯，伊做徛起布邊飼精生的人的祖。伊的小弟名猶伯，伊是做一切彈琴分簫的人的祖。西拉也生土伯該隱，伊就是製作逐樣銅鐵來器的。土伯該隱的姊妹就是拿瑪。拉麥對伊兩個某講：阿代甲西拉啊，就聽我的聲；拉麥的某啊，就注意聽我的話。人傷我，我殺伊。少年人害我，我殺伊。該隱的伸冤若是7倍，就拉麥的伸冤的確77倍。亞當閣甲伊的某同房，伊的某生囝，表名叫薛，是講上帝閣甲我設立一個囝來替亞伯，因為該隱甲伊殺死。薛也生囝，表名以羅斯。迄時，人才起頭求叫耶和華的名。